缅甸台这边不开张，能开张非缅话，缅甸的中，能开张非缅话上面北朝，美国家中长廊六九左两产业，最不边最，这个最跟边就是跟边三面北，好的。三面北，三面北，播出三面北炒面锅，各种，长廊六九左两，错掉那个两本两产业最本两餐最本最就是给的意思，最三面北三面北炒面锅各种长廊上面九左两嘴本边三面北炒面锅就是老的，这就是个老，锅就是老的意思，就是长老的意思。面锅各种合句，长廊就是那个写字吧，长廊就左两银就是钱，两就是钱，嘴本就是赏给这个兵，嘴本边嘴就是给的意思，就赏给的意思。这个嘴这个字比较难，嘴三面北炒面锅各种长廊就左两嘴本边，下面有个背，这是钱的意思，就是给兵嘴是给的意思。要做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啦啦啦。